書名《小五皮在癢》，章節米田共霸凌事件。幾天後，一年級男廁發生一件很恐怖的事，不知道是誰超惡心的，竟然用便便在牆壁上塗鴉，使整間廁所臭到不行。李克伯正好負責這一間，他看到時差昏倒，趕快跟老師報告。老師見了也不停搖頭。可惡，被米田共霸凌！李克伯用力擦洗，一邊咬牙切齒地說：我一定要找出兇手！老師鼓勵他：如果你找出來，就送你一張免寫卡。有了上回遞人的經驗，李克伯信心十足，天天下課到廁所巡邏。我身為班長，有同學被人霸凌，當然要挺身而出協助他抓到可惡的元兇，所以我都跟他一起去。不知是不是我們的動作太明顯，打草驚蛇，反而讓元兇不敢再次犯案。到時低年級的老師跑來跟李達欠打老師抗議。小朋友說廁所外面站着兩個大哥哥，你們班的好像要偷看人家大便，害他們都便不出來。李老師，你管一管。於是老師跟我們說，既然沒再發生，那就算了。老師還是送李伯克一張免寫卡，他只好吞下這口氣。不過馬桶被弄髒的情況還是層出不窮，大家越來越受不了。丁小強說：香腸班長，你去跟老師講，叫他去一年級的老師抗議啦。陳友浩也說：那麼嘔，數起來有沒有免寫卡真煩。林佩婷不知是不是要將功贖罪，竟然自告奮勇。我去幫你們跟老師講。老師聽了他的反應後說：我早就跟一年級的老師講過了，他們也很努力宣傳，還在馬桶兩邊貼上腳歪子圖案，但效果還是不好。這樣好了，你們組一團，早自修的時候去一年級各班宣傳，講你們打掃的辛苦，看會不會好一點。林佩婷很積極的畫了一張海報，上面寫維護廁所清潔，人人有責。李克伯還演練一段默劇，表現上廁所的全套標準流程作為示範。我們到一年級各班宣傳到，每個人看了默劇都笑得很開心。這些一年級的小朋友其實很可愛，呆的，有的還缺牙，笑起來天真無邪，很難跟惡心髒臭的便便連結在一起。但事實是，他們都可能是污染廁所的元兇。李克伯為了發洩怨氣，故意說：那個用大便抹牆壁的小朋友，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，你最好不要惡作劇，不然我就要。